台市已經全面啟動為期422億的智慧校園升級計劃，並率先全國將 AI 筆電加 AI PC 引進各中小校園。對此，議員余主清在總質詢進一步關心如何將 AI 教學設備融入課程，嘛要建立設備定期維修加汰換制度，袂當只是有，而是愛好用有效。同時優先在偏鄉小校升級，減少所謂落差。如果是在我們有 AI 的筆電互動式大螢幕是班班都好用，老師都會用，學生真正受用的方式之下，是不是說可以再去演繹以下我這個把它盤點4個啦？建立學校的智慧教學設備定期檢修及汰換制度，這個建立區域的維修資源機制，縮短故障的等待時間。有的時候它故障的時候，你的維修機制，有的時候廠商可能1個禮拜才來，有個是2、3天才來。我覺得這個要明定啊。如果說沒有辦法去做使用的話，你應該有配套措施的。那第3個，強化教師使用的培訓教案班資源，讓設備真正融入的課程。那第4個就是說，偏鄉小校優先去做升等跟資源，避免數位的落差。一定要都好用，而且不會故障。那如果有故障馬上就要進行維修，這個是我們有一個團隊是在做資源，那老師都會用，基本上我們的研習，我們的普及率非常的高，所以市長有特別，本來是3到8年級，後來又說1、2、9，通通都滿足，所以我們每一間教室目前都是智慧教室。OK， 那再來就是我們偏鄉小校，那生有平板是偏鄉最先。另外，面對台市校園安全防護網，議員余主清對來肯定教育局導入校園監視系統消毒治安4甲，嘛進一步呼籲現有監視器愛升級 AI 的主動防護，一旦有外人侵入、有衝突、有危險，攏會當第一時間主動警示通報，要求試辦 AI 校園安全圍籬。校園安全不能只靠監視器，要導入 AI 的主動防護。我們都知道今年發生很多起我們學校校園的安全吶，那我們也有保全嘛，可是保全並不是24小時的嘛。那你說的，如果我們現在 AI 它不能夠做到這個程度，它可以去做一個辨識的程度，比如說我們其實是在支援人力不足的部分嘛，導入 AI 行為辨識，針對入侵、攀爬、衝突、跌倒等事情及時通報。因為小朋友在校園裡面，他不見得是在我們的監視器的範圍裡面。如果你能夠用辨識的方式，人臉辨識的方式，哪怕一隻貓，那個貓現在科技都很進步了，你不會因為一隻貓就會做警報怎麼樣，它就會自動做辨識了嘛。會中教育局長嘛肯定議員訴求，強調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。當然新聞，軍籍林銀光採訪報道。